我叫做 Mr.， 係一個住喺香港嘅青少年，啱啱就高中畢業，依家嘅我已經係冇咗肉身嘅啦，一直維持住我生命嘅就係博士留俾我嘅創世腰帶。但係要揾返肉體，就首先要將我嘅靈魂實體化。唉，出去飲啖水先。哦，係你啊！你到底係乜嘢人？嗰樣嘢你知，如果你7日之後復活唔到嘅話，你就會消失。啱啱嗰個係我，同埋佢講嘅嘢究竟係乜嘢意思？不自量力。我